好，我融化了。然后还有自己要求听众要喊安可，还习惯吧？好，然后这首安可曲也很特别，这样，因为我很想要试试看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？就是除了原住民的表演唱母语，然后用民谣的方式以外，还有一种是跳街舞。跳街舞，然后唱母语这件事情，应该有看过吗？没有。有看过？牙说没有。好，真的啦，那是中间是我请来的工读生。那我们今天在台北，然后马上就赶上，然后来宜兰，很夸张哎。还可以，你们怎么会有钱坐车从台北到宜兰？为了追偶像吗？啊，我自己讲的好心虚啊。好，这首歌，我自己写给，一开始目的是要写给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哦，因为他们很喜欢跳街舞，可是每次放的都是就是韩国的啊、日文的，要不然就是英文的，对，他们很喜欢跳街舞，可是即便是放那些国外的音乐，跳的街舞都还是有原住民的 feel， 街舞，所以我讲说，要不要有没有自己我们的原住民的音乐是可以跳街舞的这样，就找来找去好像没有这样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干脆我自己来，我就写了这首歌。然后这首歌叫《改油印》，然后阿美族的翻成中文的话就是“美少女”。好，改油印，一起写好吧？写阿美族的话，改油印来。改油印，改油印，改油印。蹦球改油印。有没有法国？很像是法语哦，没有。这样会了吧？阿美族的歌，阿美族的话，好，这首歌，我没听清楚，改油印是弟弟还是改油印啊？好，待会跟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互动好不好？就是当我唱到嘿呦，然后就帮我回答改油印，懂吗？我们试试看吧。嘿呦，改油印，乌曼嘎乌拉罕，嘿呦，改油印。乌曼嘎乌拉罕，嘿呦，改油印，乌曼嘎乌拉罕，嘿呦，改油印，乌曼嘎乌拉罕，都会了，会了吗？都要唱哦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自己哦，都要唱好不好？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啊！然后最后一首，然后很开心可以来到宜兰这边跟大家一起度过这样快乐的晚上。但最后一首歌《改油印》。